深圳有人願意用1萬蚊嚟食燒肉，到底係一種咩體驗？歡迎收睇黑貓深圳遊。今次黑貓有幸受邀嚟到著名中國傳統建築美學融合美食嘅餐廳，帶各位沉浸式體驗詩情畫意嘅創新菜，每一碟都係藝術品。餐廳出名高端菜，價格都好高級。如果黑貓自己嚟食，肯定要去洗碗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黑貓。講真啦，我真係第一次食咁貴，就算喺香港定係大陸啦，真係未體驗過乜嘢係高級嘅享受。而且呢間餐廳係將中國傳統建築藝術嘅美學結合埋美食一齊。究竟啲嘢食係咪真係咁靚、咁適合打卡，同埋好唔好食呢？我哋一齊 Let's go 啦！一出關呢，附近就係深圳灣地鐵站 C 出口。而家搭一個站去人才公園站，多出口之後，跟住呢就轉左，見到呢就要行幾個街口啦，步行6分鐘，一路直行，應該係呢個建築物嘅後面。下午還有一點涼。呢度見到呢條樓梯，呢度直接上3樓就係噶啦。大家可以喺商場北區電梯上3樓，都係嗰間餐廳。早上好，歡迎光臨陳李繞梁。哇！佢洗手間都好高級喎，仲要係日式嘅嗰種建築美學嘅美食，你睇下，用牛肉嚟做傳統嘅建築，搭起嚟喺食美食之餘呢，都可以了解到傳統嘅建築藝術。佢用牛肉去代表，好癲啊！呢個是我們的6款建築美學菜，加一個藻井蓮花刺身，這是亭台、藻井、飛檐、斗拱、寶塔、瓦湯，這是藻井蓮花。繞梁小舞劇，小舞劇中所使用的道具是我國古建築斗拱的建築模型。晚上好，接下來為您呈現的是根據梁思成、林徽因傳奇一生創作的小舞劇。和中國古建築下的浪漫。藻井蓮花喎，雕花咁樣。佢呢個秘製嘅醬呢係勁夾咯，同埋好特別喎，喺出面食唔到嘅味嚟嘅喎。佢有一種好特別嘅香料味，我幾中意呢個。仲有涼盤，呢個係咩？藻井。試埋佢嗰啲冷盤先，呢個好靚嘅。哇！原來呢個都有少少辣喎，佢係有少少似胡椒粉嘅味。魚子醬山藥百合頭，清清地有啲似薯蓉咧。呢個花瓣咧係爽口，同埋有少少甘甜。呢個都幾得意喎。乾巴菌炒真菌。個菇味都好濃嘅。雪山赤烤鱈魚，鱈魚充滿魚油香味啦。咁有少少似日式嗰種燒鰻魚汁嘅，啲肉質都好嫩滑同埋冇骨，呢個都幾好。雪花牛肉鍋貼，
佢牛味都係幾濃嘅，跟住同埋佢個鍋貼個皮係好脆咯，佢係上面呢個脆咯，同埋佢啲牛肉係偏瘦嗰種，但係就唔會鹹嘅。前菜水果都係建築嘅美學。試埋佢啲前菜，佢啲蜜瓜都好甜喎，啲水果都幾好食。試下隻蝦先，咁就剝完殼之後就可以食㗎啦。咁佢都切好晒，其實係勁容易剝殼咯。仲有大家見到係超大隻咯。佢個汁甜甜地，但係唔會太鹹咧，都幾爽甜嘅喎。最緊要咧係真係啖啖肉。專人幫我燒嘅雪花牛肉，個牛味都幾濃，不過咧佢係有少少咬口嗰種。個鵝肝都燒好啦，見到係滴晒油咯，同埋咧係離遠都聞到嗰種鵝肝味啊！見唔見到？佢嗰種狀態接近入口即溶，勁邪惡，鵝肝好食。我覺得呢個真係勁解滯咯，我勁中意食呢個。佢個牛肉都煮好啦，哦，壽喜燒嚟嘅喎，腍啦，同牛肉味濃嘅。我反而中意佢薄切呢啲，佢會易咬口啲。哇！呢個質感有啲似花膠。最後嚟翻個布丁甜品試下先。佛光寺大殿，然后一个是山西应县木塔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观音阁，然后女士的话一般是选这个琴师的。轻轻拿起这个琴师印章，然后靠边对齐，向右对齐，轻轻放下，1、2、3，共同慢慢接起。每台都會有個伴手禮啊，勁靚喎！呢個擺設勁有 feel。餐廳外圍都好靚咯，佢有個夜景咯，見唔見到？跟住呢，佢有啲建築美學喺度。好啦，大家睇完一輪，你哋又最中意邊樣菜呢？我覺得成個感覺咧真係好新奇啦，即係好似幅畫咁嘅嘢食咧，全部都好精緻啦，服務都好到位嘅。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食佢嗰個鵝肝啦，佢真係入口即溶啊，個職員都好有服務啦，仲有伴手禮啦，真係又食又拎啊！你知啦，通常黑貓都唔係有咁多機會去食咁精緻咁靚嘅嘢食啦。嚟翻個最後評分先，食物方面呢，我會俾7分，環境質素8分，服務態度都係8分。各位觀眾可以睇咗當食咗，你哋又中意邊樣菜呢？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啊！中意呢條片記得讚好同埋訂閱黑貓教主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ピカピ、ピカチュウ、ピカピカピカチュウ、ピカピカピカチュウ。